你係要連衣俾呢種滿綠手壓你呢，還是係呢種春彩手壓你啊？我啲老姊妹呢，一定會話兩種都想要。呢兩手貨啊，係啱啱先收翻嚟噶。你係中意呢手呢？綠色係鋪天蓋地嘅滿，而且因為係糯化咗，啲顏色好似完全融入個底妝裏邊，化開咗一樣，非常之均勻。定係呢手呢？最大嘅特點就係啲顏色好均勻，好清淡，好似一幅淡淡嘅水彩畫，睇見都覺得心境平和。兩手貨都各有特色。咁為咗各位姊妹都知道佢嘅品質去到邊度啊，我都加工一條出嚟俾各位姊妹睇睇先。Much later， 加工好啦，先睇睇呢條滿綠，顯得格外溫潤同沉穩，綠得嚟好舒服，唔會搶眼到俗氣，而係一種高級嘅甜絲絲嘅韻味。再睇睇呢條羅冰淡春彩手壓，好似清晨嘅露水咁清透，啲均勻嘅淡春彩色喺呢種膠潤透亮嘅底子上，連呢對所有嘅翡翠都係終身保障噶。想要了解嘅就留個圈口俾我啦。